河威路4段宿舍，李美清。伫大台南的中为倒边缓缓切一顺，东边甲北门路相接，西边通到安平。黄昏时，逐条路有关楼栅咧，透天厝一间一间，路无够直。干那为遮远远看过去，近近的日头大大粒，光影影，落伫河威路的尾溜。干那为遮才看会到遐尼插目、水水的日头光，市区内的魔幻时刻。100年前，也是水路草埔、樱土木地，旁远的鬼火迎迎飞。50年前，四界拢温啊，鱼虾水族木木熟，工厂豆豆起。10年前，好事多来采伫遮，休困日人客甲吵吵。新公路甲文贤路无法度混看，河威路4段的路口，但不时车阵踢甲落落长，人声、车声直直溢出来。家在巷仔内犹真清静。礼拜时，附近的国校运动场，也听会到囡仔欢喜佚佗的声，雄雄听到阿嬷话孙，你要不要先去棒球？孙仔哪走哪赢。哦，阿嬷，你说脏话。时间就安尼缩结伫另外一个魔幻时刻。火烧的炎热落山，大大蕊风火目的暗霞，也照伫安平港的天顶。擦耳的话，吊伫河威路面，一群过一群的迷梦，对点仔甲斗来斗去。听讲，捷运的蜘蛛网也连绵要动工。